阿太福音7:24節樣講到，每一人聽我嘅話，甲照我話去做。佢講啊，你就係了嘛嘅一樣有聰明智慧嘅人，你行一步都吹殺古燉蛋糕呀！個兩個隻係人口係講落水嚟浸水嚟颱風，嗰個步唔係惡係因為佢行吹殺古燉嘅啲呀！唔係行吹沙掉，係吹沙掉嘅步熱天咧要颱風前嚟電到打惡係，嗰個咩意思呢？每一人聽耶穌嘅話，就耶穌嘅話去做，佢係要聰明智慧嘅人，行嘅步表示佢吹殺古燉。殺古燉都係強嘅猥瑣，殺古燉意思啊，都係噴殺。每日人嘅信心啊，而且噴殺，而且基督啊，佢超表示啲木而且殺古燉，颱風颱用嚟，意思嘛嘅問題嚟，痛苦嚟，逼實嚟，呢一個信心唔係惡hết，呢一個木唔係盡hết意思啊，所以講是個信心唔係弱唔係惡強，但係呢，因為是個係這個信心在噴殺嘅啲，在殺古燉嘅啲，噴殺都係基督，就係耶穌基督，係實相信佢，聽佢嘅話，照佢嘅話去做，一天地一得到強嘅力量嚟行呢個世間，自己嘅信心唔係惡hết，阿門。